幼儿园小朋友欢喜的戴上 3D 立体目镜，要来观赏这出美丽台湾。我们是什么？这是紫斑蝶，有抓到蝴蝶吗？这台电影车巡回全国，到达已经有将近1300间学校报名申请，由创办人曲全力导演，用家己的摄影技术记录台湾之美。孩子们第一次透过立体影像的认识和观赏到台湾各种美，如此生动地展现在眼前。从他们的眼神中，让我们知道孩子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已经成功地被启发。让正在成长的囡仔透过电影认识家己生活的土地，了解家己的家乡。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养成敬爱大自然的态度和认识生态的重要，未来能够成为守护台湾这片土地的力量，让台湾的美丽永续绽放。因为这间幼儿园就位伫江水溪边啊，伫立伫生态教学，要甲永续行动向下挺进。台湾新闻社采访报道。